咧決定咧就唔再批90%嘅按揭啦。咁日後上車用家咧只能夠批90%，變相咧就會杜絕一批想入市嘅上車用家。風險高啦，銀行變出保守都好正常啦。咁但係一直都講啦，好少人借到咁高成數，咁會唔會殺錯良民啦？措施係咪對症下藥咧？我哋都要再觀望。咁而除咗金管局啦，政府都同時咧加入壓市嘅戰團啦，針對炒家出招壓市。咁其中呢一招咧就最具爭議性喎。嗱就係咧，即日起咧，新批出預售嘅樓花盤啦，唔可以再以確認人身份轉售，拆訂嘅成本咧，亦都就唔可以淨係輸首期半成㗎啦，而係要賠足咧1成水平，正義咧硬係炒風。咁有人咁評論有冇法律理據啦？咁但係分析員就認為咧，只會有短暫嘅壓抑作用，但對樓價現水平咧係必然係有分別。即係如果大家見得到二手有個水位俾炒家炒嘅話，咁炒家即係一定要揾地方去賺錢㗎嘛，咁你咪走翻二手做炒賣咯。因為而家目前樓價上升，其實係受住兩方面嘅，第一就係全球嗰個超低利率嘅環境影響，第二就係亞洲區個資金發達嘅問題。咁呢啲喺一個即係開放自由經濟方面嚟講，香港係好難控制嘅。我諗樓價亦都有調整，都會好輕微。咁我諗佢後續都係有可能持續上升。最受影響啦，會係一批未批出預售樓花嘅新盤啦。咁而家喺政府等緊批預售嘅咧有7600。